喺中九龍幹線呢條3.9公里長嘅隧道入邊，有唔同嘅消防系統，當中最重要嘅就係緊急抽煙系統。我哋工程團隊就諗，既然平面式嘅防煙罩可以採用風罩去一次過量度，可唔可以將呢個技術使用喺垂直防煙罩上邊呢？中九龍幹線將會係全港第一條隧道採用風罩去量度驗收垂直式防煙罩，我哋亦都得到消防處嘅支持。消防處一直同路政署中九龍幹線嘅團隊緊密合作，共同推動創新思維。喺工程團隊研製垂直風罩測量設備嘅過程入面，消防處都有積極參與，包括協助複核測量結果，同埋提出改善技術嘅建議。我哋亦都去到隧道，實地對比新舊方式嘅測量結果，證實垂直風罩測量設備能夠做到快而準。喺研發期間，我哋都遇到唔少困難要克服，例如垂直防煙罩嘅尺寸比較大而且闊，上下亦都會有機電設備。加上處於隧道嘅轉彎位置，而且傾斜度不一，我哋按照現場嘅情況設計同埋製造咗好多款唔同嘅風罩，同埋調整風罩嘅角度，令到測量嘅結果準確。我哋可以預計到整個消防驗收過程將會更加迅速有效。